今日同大家講下習近平雙線作戰咩嚟㗎？即係習主席一邊要應付美國關稅大戰，另一邊咧又要喺黨同軍隊搞大清洗，真係冇停手㗎。喂，你有冇發現北京啲咖啡店、吸企鋪依家都爆滿？36歲嗰鬼假山一邊食杯子蛋糕，一邊話特朗普加關稅，小菜一碟啦，霸權冇咁易做。你又點睇？嗰邊官媒日日播話習大大撐多邊主義、國際貿易規則，仲影到佢落東南亞撐經濟一體化，簡直同咩假講拜拜。不過如果其他國家真係屈服美國，咁中國就話唔好意思，我還拖。講翻定數字，第一季 GDP 5.4%，勁過預期。點解啊？因為刺激經濟同齋講出貨。如果關稅唔收，明年得 3.4%， 跌到貼地，點算啊？有銀行調查，44% 受訪者驚自己或屋企人會炒魷魚創新高。話就話中國有能力頂住，但人心驚，就是你行旺角見到警方封路都會腳震噶嘛。仲有軍隊又風雲色變，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無啦啦失蹤，之前國防道長李尚福、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都出事，整到 PLA 戰力都被質疑。你話斬將連環，士兵會唔會心慌慌？貿易戰係咪逼中國改革開放，定係更加民族主義？你睇國安部長陳一新已經話要打贏反霸權全面戰，對台灰色地帶動作加碼，咁樣撐唔撐到內需？講到習主席最緊張嘅係2027黨代會拎第4任，經濟、軍隊、民心樣樣都要顧，好似打王者榮耀要同時睇路線，補兵控龍爆多口都會輸。好啦，今日先講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種風格分析，記住 like、subscribe。撳埋個鐘仔，留言講下你覺得中國會走開放路線定係民族主義？下條片再見。